再來看台中一個2歲查某囡仔萱萱遭虐待死亡。台中市的社會局一開始是講這個囡仔是台南市家防中心兒少保護的個案，後續對總嘛應該是台南愛負責。外界是批評講這敢是殺責任呢？衛生福利部部長趙宗良就強調講，會來要求台南甲台中攏愛提出檢討報告，嘛來檢討跨縣市的處理流程。台中市進前傳出疑似虐待囡仔致死的案件，一個2歲查某囡仔萱萱疑似受到因姓楊的老母甲當事人長期的凌遲，最後因為頭部外傷引起腦腦損傷甲骨質出血死亡。根據台中市社會局的講法，萱萱原本是台南市家防中心服務的兒少保護個案，後續應該由台南負責，引起外界質疑是咧推卸責任。相對是一些脆弱家庭，他們常常就是流動啊，每個縣市跑來跑去啊。那你總不可能是一直以來都是戶籍地嘛，所以台南當然一定還是有責任，可是實際服務還是要以人在地為主啦。而且衛福部表示，以現行的規定，若是脆弱家庭的個案，大多是家庭照顧、教養也是生活功能出現風險。兒少保護個案，說是牽涉到疑似受刑地、不當對待，也是人身安全疑慮等等，必須要馬上啟動保護機制介入。不過，當時萱萱住佇台中，敢若予台中列做脆弱家庭的個案，所以追蹤責任，如果轉來到台南相關的單位，未來會閣檢討下縣市處理的流程。縣市政府，那麼以及其他的專家學者。大家會一起再來檢視一下，那麼看看這中間呢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再更精進的地方。趙宗良強調，等待地方政府完成重大虐待囡仔案件檢討了後，中央會擱再審查案件處理的過程，確認對通報跨縣市行政協作甲追蹤的機制是毋是有落實。必要的時會邀請專家學者深入檢討，避免類似的案件擱再發生。記者綜合報道。